镜头转来到国内，这阵啊连续几若天落大水雨，地属新竹宝山的山区有车路放弃，公所赶紧派人去现场抢修。另外，阁有一个社区门口口的路，竟然有一半拢放落去溪水内底。社区门口的道路有一半已经塌落去边仔的溪水内底，而且顶头的淡马架路阁继续偷偷流失。小连续落大雨，路面出现差不多30公尺长、2公尺宽的塌方。现在非常担心，担心什么？因为怕如果再继续延伸下来的话，第一个我可能路进出都没办法进出，那外加之后如果有什么紧急救难的话，可能一些什么日本消防车啦，应该都进不来。旁边的住户也岌岌可危了如果再继续下雨要将造成我们旁边的住户可能有一个坍塌的一个危险。山区附近的道路有未少所在传出树仔倒去、甲道路塌方的状况，县政府赶紧派人到现场抢修。立即指示公务处跟各乡镇市公所通力的来合作，尽快的进行道路的紧急抢救的工程。虽然天气渐渐转好，不过连续几日天的大雨，目前部分山区土质较松软，县府提醒民众经过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